我的歌声，唱出你的心声。用我的掌声，鼓励着你的歌声。因为咱厝的歌，连友嘛过来听。咱厝的歌，天星嘛过来看，愈唱愈好听。唱出咱心声，音乐来唱歌拼输赢，音乐来唱歌拼输赢。唱歌拼输赢，愈唱愈出名。各位乡亲，各位厝边头尾兄弟姊妹，大家暗暝好。是，咱各位现场的朋友，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暗暝好。这搭就是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大声的，还可以记得咱顶个月的这个月冠军是什么人无？我想看卖咧吼，王顺昌，对，对，我感觉人缘投搁搞唱歌，是啊，到这个每一个月月冠军的时阵，我感觉每一个歌手都甲000哦。哦，对啊，所以咱这舞台是一个也有机会一个舞台，欢迎电视机中的观众朋友赶紧来参与阮的节目，无过说来参加阮的比赛，也可以家己手机来。猜这摆到底倒一位是月冠军？可以发送短信922加上选手的编号发送到10628882106288822。是啊，得奖的朋友会使得到金刚青阳新万兴电器城提供的惠而浦转自动洗衫机，加带是2千200块。是，那么阮将会伫咧下礼拜来摇出这个大奖，所以赶紧家己手机来发送短信哦。所以来有请咱今仔日进入咱月决赛4位选手闪亮登场，掌声欢迎！果然规个舞台啊咯，闪闪亮亮，缤缤纷纷啊！是，听说今仔来参加决赛，这4位选手内面也侪人感冒，请感冒的选手举手。三个，听讲，我跟你讲，感冒，这个随风啊，你今仔感冒，你感觉说影响到你的这个比赛不？应该是应该是还可以，还可以啊。蔡林今仔日甲上好的家己退出来无？我会发挥出我家的水平。哦，伊一定发挥出来啦。我恁说吼，其实不要紧，今仔是虾米人是得到这个月冠军，大家人给一个机会，因为恁就免通过海选，可以马上进入下一礼拜这个初赛继续来拼。对，继续来拼冠军呐。是来。请4位金刚啊不，个1位女将，落场准备这个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咱今仔日夹到月冠军的选手呢，奖品非常的丰富，奖品有金刚龙金命地地标1份，是川联电动车行提供的电动车1只，是，还有川联智能电子消毒卫柜1台。以及香港康基福建总代理的自化水机1只。哇，所以一定要得冠军呐！是，所以来要介绍是咱专业的评委老师，头一位是来自台湾台北基村金马之声广播电台的丁晓东丁老师，欢迎小东。今仔日还有一位新的成员加入咱的评委队伍，就是咱闽南本土知名的音乐制作人。王中林先生，欢迎王神。今天有2位王神哈，另外1位大家非常熟悉王天南王老师。欢迎王神，是咱全职区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是，另外是咱的评委周道周老师。是金门国王，欢迎。还有咱的这个冠军嘛，进前的冠军吼，但是今麦也是创作歌手，咱的阿宝许怀照来到现场。欢迎5位评委老师。咱的这个特别感谢中国民生银行、泉州分行的大力支持，感谢威斯精品酒队以及宜家装饰的支持。是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第1轮决赛4进1第1轮，4名选手以投靠为师，演唱一遍歌，由评委拍分，前2名暂时晋级，后2位台定。首先要迎接的是吴瑞峰，参赛歌曲是只要你回头。不知感情的思念来倒去，谁来催潮？事到如今，我也已经是你的目标。
然这段情爱找无结局，怎样计较？愿意通我讲，予伊谁日好，拢无重要。手纸敢有效，算命敢有效，注定的爱一旦拆散，莫伊强留。已经看清头，你的温柔美貌，请放心，我拢记牢牢。缘分敢有效，消想敢有效，失落的痛藏在心内，莫伊强调。我拢做到，爱分经过了后，心爱的，只要你肯回头，我永远会等候。手纸敢有效，算命敢有效，注定的爱一旦拆散，莫伊强留。已经看清头，你的温柔美貌，请放心，我拢记牢牢。缘分敢有效，消想敢有效，失落的痛藏在心内，莫伊强调。我拢做到，爱分经过了后，心爱的，只要你肯回头，我永远会等候。只要你肯回头，我永远会等候。水雄其实拄只像你咧唱哦，听袂出有感冒的这种声色嘞，是不是说有影响？你就哪有会敢若喵喵咧？哦，熬尿尿啊！你讲最近天气的变化就大，所以真侪人拢感冒啦。是啊，好那么咱这个新年度的这个决赛吼，从这开始有一个新的规定，对就是咱的这个度决赛的时阵，评委5位评委是去一个最高分，去一个最低分，是除中间的这个平均分，是就是选手最后的这个分数。来看你分数：95.30分、95.20分、95.40分、95.50分、95.50分。来，吴水雄去一个最高分选手95.50分，去一个最低分95.20分。吴水峰的平均分数是95.4分，这是咱的2号选手。谢谢。马上迎接的是下一位选手，7号选手洪珊珊。是参赛的歌曲是《爱你无条件》。爱你无条件，阮嘛无条件，不管别人安怎讲，相信我的人袂变卦。爱情无条件，缘分全看破，为你牺牲这么大，敢讲你爱我其实才知痛。将你送别人，缘分也袂完，缘分已经满，啥物海誓，原来是一场梦。我不敢得袂到你，看梦愿放，有你是怨叹，无你是红。哪敢目睭紧紧看你去爱别人？爱你无条件，阮嘛无条件，不管别人安怎看，我已经决定陪你到永远。看你的分数，去一个最高分95.60分，去一个最低分95分。洪珊珊伊的平均分数是95.33分。好，谢谢。马上迎接的是咱的9号位置。好，9号位置要演唱的歌曲是《阿爸原谅我》。感谢老朋友，放我
一句话，决心要离开黑暗的社会。失去当时为陪阿爸你，如今变成这里两杯。爸爸哟，谢你原谅，原谅听你一时的背时。予我一摆重新的机会，我会认真去打拼，我会真心去努力。阿爸你爱着帮助囝儿的勇气。谢你原谅，原谅听你一时的背时，予我一摆重新的机会，我会认真去打拼，我会真心去努力。阿爸你爱着帮助囝儿的勇气。选这首歌曲其实有伊的特别的含义，等下甲大家讲，咱请评委老师先给伊拍分数。哦，好，嘿是什么含义？我非常喜欢这首歌。啊，这首歌吼，因为讲我踮咧阮囡仔的时阵吼，阮咧搭个无电视啊，然后录音机呢。我出来可能10岁左右啊，我有听到隔壁人讲录音机咧放这首歌，嘿，非常的深刻啊，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非常。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啦。哦，所以就记要啊深刻的一道歌吼。是。来看你分数，张卫青去一个最高分，95.30分，去一个最低分，93.50分。张卫青的平均分数是95.13分。好，谢谢。这是咱9号的选手。马上迎接的是10号选手蔡玲。来听伊所唱的《梦境雨》。情去一边，往事莫提起，对你阮的心，想要放袂记。窗外雨水，听讲心事这多年，安慰心内一切都如意。每一个落雨天，徛踮雨中渐渐觉醒，雨水淋伫阮的面，目屎分袂清。天啊，予我一寸梦境雨，不免为你伤心这艰苦。当时为爱来互动，用真心保阮一世人幸福。天啊，予我一寸梦境雨，不免为你伤心这艰苦。雨路愈大愈坚强，一段错误，当作无言的结局。天啊，予我一寸梦境雨，不免为你伤心这艰苦。当时为爱来互动，用真心保阮一世人幸福。天啊，予我一寸梦境雨，不免为你伤心这艰苦。雨路愈大愈坚强，一段错误，当作无言的结局。看你今日选的歌曲吼，甲你平常时这种动感的形象无啥相像的吼。嘿，今日第一首歌选的是较有感情的一首歌。嘿，有想要表达什么无？今日真侪你的亲友来到现场。嘿，
今仔压出阮家己乡里的阮家同齐的亲友团，过来支持我。大家好，欢迎各位。多好，你真侪力量吼，来看分数好不好？蔡玲去一个最高分，95.60分，去一个最低分，95.10分。打破3区蔡玲平均分数是95.27分。来，有请其余的3位选手上台。头一个歌唱了，伊互咱的这个评委老师啊，留落来一个深刻的印象吼。请咱的评委老师来给咱点评这。我来点一下卫青吼，卫青这个观音有唱无啥会气吼，声音伤过大气安尼。对着阿爸的忏悔，感情味道较无遐尼啊多吼，是毋是安尼？所以爱加强一下，好吧？谢谢。你好，随风，我感觉表达我是感觉伊一个温和的这个男中音啊，每句的这个句尾甲字尾都拿捏表达的啊恰到好处啊，所以目前我是可以分数是较高的。所以我定你家己设立是说位置问题，哦，位置啊一定就有时落落，有时唱啊也好势，有时落落，哦，所以位置要注意。随风暗暝唱歌哦，当我就从开始到这唱歌就中低音的表达到感情处理是非常之好的。你伫这个中音到高音的这转折点较注意一下。好，谢谢。感谢。我要甲蔡玲讲，就是讲，你的音域、你的论据真的是太窄了。几度音可能10度音、11度音，你都已经唱甲足勉强的啊。啊，咱正常人12度音可能还阁有法度，但是所以你这个就是讲发声，你也继续阁加油去甲练。另外一方面就是讲，你唱迄种歌的时，我感觉你有时可能你是国语歌嘛唱真济，有时咱袂当闽南歌袂当用咱唱普通话的唱法去咧唱这闽南歌，开口啦，规个整个的语境画面拢无共款。所以蔡玲其实你有真济改进空间，但是空间啦，但是嘛表示讲你真有前途，你会使继续阁加油落，绝对前途无可限量。是。那么4位选手到底倒2位可以暂时晋级，倒2位如果是暂时台顶呢？请看大屏幕。恭喜晋级的选手2号选手吴水红，7号选手洪珊珊，恭喜2位。那么蔡玲甲维持就得落场继续准备比赛。是。民生小好卡唱歌拼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第2轮。第2轮，暂时晋级的2位选手以投靠为主，演唱1遍半的歌，由评委加排得分前1位暂时晋级，后1位台顶。好，1位可以暂时晋级，1位呢台顶。所以按照后尾排顺序，随风你随来应战，要参赛的歌曲是。哦，倒来一首《一碗面》。的厝内有看看的场定，阮的厝内是找无客厅，别人的囡仔出门有自己的伞，阮是为着生活，好风雨。地人不敢求天斗相共，虽然阮是三社人，不管前途我黑暗，有梦行出状元。一碗面不甘吃，阮父后生查某囝。自世间艰苦将阮请，将阮笑，将阮疼。一碗面阮不甘吃，要留乎阮阿娘。为满的感，阮甲感谢，请你等，请你看。看阮变成第1名，一碗面不甘吃，阮苦后生查某囝，伊自世间艰苦将阮请，将阮笑，将阮疼，一碗面阮不
感谢，要留予阮阿娘，为我满满的感恩甲感谢，请你等，请你看，看阮变成第一名，请你等，请你看。看阮变成第一名。第二轮 PK 选手7号洪珊珊免失志。看着你秋秋水，茫茫目睭遐微微。我甲你是知己，小手尽量赶来开。啉落去，啉落去，无水啊我无水，啉落去，啉落去。无水啊，我无水，杯中金符误了时，小小失败算啥物？面是纸，面是字，机会若到满满是。看着你啊，像酒醉。无水啊，我无水，啉落去，啉落去，无水啊，我无水，杯中金符无了时，小小失败算啥物？面是水，面是字，机会若到满满是。在这轮的 PK， 一位暂时晋级，一位呢暂时台顶，所以还阁有机会哦。而且咱这就将这个蓝队交到咱评委到底倒一位晋级，好些无？恁认为倒一位晋级就加倒一位的这个号码牌，那么到底是2号还是7号呢？评委老师，请加牌。2号1票，2号2票，2号3票，2号4票，2号5票。恭喜2号，所以2号一致通过。恭喜咱的2号选手随后人生上好卡唱歌表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第3轮。第3轮，第一轮台顶的2位选手以抽考为4，演唱1遍半的歌，由评委加牌，得分最1名暂时晋级，后1位淘汰。来，首先要迎接的是咱的9号位置评委，我参赛歌曲是最爱的人。缘分若是像一张纸，这无这无来。思念你的心情，心像溪水慢慢流落海。今夜的雨又搁一直落，不管千年也万年。相信无人像我对你遐情深，你是我用生命找爱的人，偏偏找无你是走去倒位藏。伤心要酒陪我饮嘛饮袂完。梦才会伤阮这离长，月亮也怨叹，流星也无望，为你一世一生目屎流袂完。你是我用生命找爱的人，偏偏找无你。是走去倒位藏，
伤心的酒陪我饮啊饮袂完，是你忍望才会伤阮这离冬。月日也怨叹，柔情也无望，为你一世一生目屎流袂完。第3轮 PK 选手10号蔡玲，胜者为王。胜者为王，莫讲失败是英雄，雨露平庸，要机会成功，成败无常，可比起落的太阳，再见江湖，掀起温暖的波浪。站在一个混乱的世界，甲人在思念，每一个暗淡的深夜，有啥人看见我的孤单？漂亮的生活，孤强的生命，暗藏着心内的惊惊。黑暗的社会，无情的车拼，失去了正义的命。错乱的思维，少年的冲动，违背了阮的理想。知影牛步的才是英雄，胜者为王。漂亮的生活，孤强的生命，暗藏着心内的惊惊。黑暗的社会，无情的车拼，失去了正义的命。错乱的思维，少年的冲动，违背了阮的理想。知影流步的才是英雄，胜者为王。我感觉两个这个风格其实对比是也明显的，蔡玲永远就迄个马步的节的，马步也稳的。那么这个话词就更较有趣味了。拄则伫下底吼，要上台就开始一直练气，你去练一摆来。哦，等下听一个哦。查甫。平时恁计是怎样练歌啊？当然，唱歌气色也重要啊，就勤听。就困学咯。哦，困听困学咯。第二这轮呢，上款是由咱的评委老师加牌来决定。是。票数超过3票，就往暂时剪辑。对。请加牌。9号1票，10号1票，10号2票，10号3票，10号4票。10号4票，恭喜老师蔡玲。10号选手蔡玲。来。好。感谢。感谢。那么蔡玲何点准备？这位朋友，我是唱我也欣赏。啊。其实是有声半声不破胖。啊，你要紧，你很有张力啊，但是要放松，紧中有松。唱歌是跟个上这个边界，越紧越要松，才能打成功。希望你以后再见再赢哈。我前底歌听了吼，只有听到伊的歌声。但是这个歌的内容，伊也个表达得无，迄个感情啊表达得无够。哦，谢谢，谢谢。换上者为请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第4轮。第4轮，第2轮台顶的1名选手，甲第3轮暂时晋级的1名选手，以抽考为式演唱1遍半的歌，由评委加牌，最1名暂时晋级，后1位淘汰。这个第4轮首选要迎接的是咱的红珊珊7号选手，参赛歌曲是《歌声满天下》。莫个惊啊，上看心沙甲来换，莫个想啊，坐起来去拼一团，莫个讲啊，电话过去你上大，莫个闹啊，新闻看着头会痛。莫个想啊，我来陪你，你陪我，将啥鼓励，经验的
歌声满天啊，莫搁唱啊，大家讲紧唱一段，好歌遐多，上点的拢管啊，热烈的音乐声，永远是咱的歌，快乐爱趁金夜，天若落来嘛不惊，爱结恋啊，较紧来参一卡，唱歌的人拢同命，行做开换，啦啦啦啦啦啦啦。第4轮比赛，10号蔡玲港都夜舞。今夜又是风雨微微异乡的都市，路灯青青照着水里，引阮心悲喜。青春男儿不知自己要行倒位去。万里，港都也有小无眠。心悸动时，现在准备讲甲全日日。真正虚伪，你我情意，煞来听分离。不知何时会来相见，轻轻等半厘。海风也美，港都也有多美丽。吹听轻轻飘浪的路行，为了女性，为了半生，海面找家庭。我的心情为你牺牲，你若袂分别去，茫茫坚定，港都也有人袂去。谢谢。这轮到底倒一位有望暂时晋级，倒一位又搁要离开咱的舞台呢？晋级的迄位选手就可以甲第2轮晋级的吴水峰来争夺唯一的一位个冠军。到底是7号选手珊珊，还是10号选手蔡玲呢？评委老师来假牌决定，请假牌。7号1票，7号2票，10号1票，7号3票，7号4票。恭喜7号
咱的珊珊，好，路场准备对，感觉今仔这感冒的状态，声咱像较无够放出来。较忝的迄种感觉，但是伊足尽力的，你看，是拢是歌啦。现场的朋友该这个破声拍一个好不好？感咱的蔡玲鼓励者，周道老师。你选到你的歌路，你适合唱这种 R&B 的歌。R&B 唱法专音真济，但是也不能太随性，随性变成功会失去它的原味，也无迄种味素伫的，没有你那种很洒脱的感觉。但是你适合唱这种歌，蔡玲，下礼拜下个月过来。谢谢老师。我希望说你一定就有这种越挫越勇的精神。或许今年的新年度上出名的人物就是蔡玲，所以我希望你唔通放弃，你今仔的歌一定唔通白流。好些吧 ？OK， 好 ，OK， 好，继续坚持，好不好？蔡玲来，来，和蔡玲讲下，感谢。欢迎换上这蔡玲，谢谢，谢谢，谢谢。民生上好卡唱歌拼输赢，愈唱愈出名。马上进入第5轮。第5轮、第2轮暂时晋级的一位选手，甲第4轮暂时晋级的一位选手，以抽考为式演唱1点半的歌，由评委拍分，最一名是二冠军，后一位淘汰。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紧家己手机来参与投票。你认为倒一位是个冠军？可以编写德信922加上选手的编号，发送到10628882。我将会伫咧下礼拜这个时间来邀出一位幸运的观众，可以拿到奖品。咱的洗衫机价值2200块，是由金刚青阳新万兴电器城提供的惠而浦自动洗衫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首选是2号选手随风参赛的歌曲是《相爱的人》。的歌话，一句关心的话，你着穿好小小，会起你甲皮。食饭啊袂，一句简单的话，想要对你讲，敢也搁有机会。相爱的人，想起你的形影，暗淡的月，有你做阵行。相爱的人，不知你敢也有在听，搁再一摆，大声叫你的名。的歌话。一句关心的话，你着穿好小小，会起你甲皮。吃饭啊袂，一句简单的话，想要对你讲，敢也搁有机会。相爱的人。无声听你心肝，未来的路袂当做阵行。相爱的人，不知你敢也有在听，这是最后一摆，大声叫你的名。什么是心内的痛？不敢口出声，请你莫挂念，安心做你行。送你送到这，你变的歌唱袂煞，体验人生的酸甜苦涩，我会勇敢家己担。一句关心的话，你着穿好小小，会起你甲皮。
吃饭也袂，一句简单的话，想要对你讲，敢也可有机会。第5轮 PK 选手7号洪珊珊，褪色的恋情。为你醉过才知影，爱你有偌深。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较凉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褪色的恋情？才知影，爱你有偌深。为你哭过才知影，对你付出真实的爱情。过去的恋情已经变较凉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褪色的恋情？恋情已经变较凉冰冰，命运注定美梦难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搁再想起褪色的恋情？我当初在一边啊看珊珊在唱歌有一种最特别的感觉。什么特别的感觉？你有看到伊的动作无？拢有一种屈势。我感觉伊咧，迄画档是毋是个一条工有练到的？我伊掌握这个画档个伸缩左右前后的，对啊，啊，其实我看江蕙嘛，江蕙在说啊，江蕙那化妆好漂亮。哦，所以也是一种自然的一种发挥就对了，是。哦。其实看起听的歌声，感觉两位就是老将了吼。对啊，所以这两位老将呢，到底谁可以得到这个月的月冠军呢？给你各30秒的时间，为家己拉票。自我推荐一个啦。对，来，随风随来。来，随风，你讲是安怎？你爱是月冠军？啊，我真贪慢讲话，可是我真爱唱歌，请大家支持我。头一摆比赛哦，头一摆啊，头一摆比赛啊是头一摆上舞台。头一摆上舞台我毋是，以前有上的舞台，即摆就较只上舞台，毋捌上舞台咯。我头一摆上舞台，希望大家支持我，加油，我继续去发展。两个喜欢音乐的这个老将，到底倒一位有法胜出呢？那么，在咧最后一轮的比赛，是由咱的评委老师来评分，去一个最高分，去一个最低分，除其中的平均分，就是这位选手的分数。小水请随风向前一步，请评委老师为2号选手随风拍分，去一个最高分95.80分，去一个最低分95.60分。我随风的平均分数是95.63分。好，
谢谢。来，有请石头。而且咱的珊归95.63分，就是这个月的冠军。加95.63分，下礼拜过来，好些不？好，好些。过来了吼。来，请评委老师为珊来拍分，去一个最高分95.70分，去一个最低分95.40分。洪珊平均分数95.53分。所以今仔个冠军就是2号选手王水峰。电视机对观众朋友，你猜有对无？猜有对的话，就赶紧来关注阮下礼拜这个初赛，我将会抽出一位大奖，就是正港电器的城提供的这个惠理浦全自动洗衫机，价值2200块一台哦。是，今仔节目就到这咯，感谢各位收看，再会，拜拜。